我哋一出世咧就已經安排咗一條梯級嘅啦。究竟係上天國定落地獄，就係睇下大家呢一世人裏邊嘅所作所為，你自己決定。我唔相信你日日念經，個禮拜去奉獻幾十蚊又好，幾百蚊又好，你就呢啲咁單一事件可以洗脫晒你所有嘅罪名。冇錯，神我覺得係會寬恕人嘅心有，但係你唔可以話我俾啲錢捐啲錢去嗰個社團，去嗰個宗教團體，咁就可以洗得我哋嘅罪行。神係要睇到你懺悔，懺悔完之後，你係真正做翻一啲嘢，係對社會有貢獻嘅，係惠澤社群嘅，對身邊嘅人係帶來一啲好嘅影響，將功補過，唔再犯呢個過錯啦。相對自己改變自己，改善自己嘅行為，神先會俾機會接納你嘅。唔可能個禮拜翻去祈禱，翻去教會或者去寺廟拜神懺悔，跟住第二個禮拜一出嚟，佢又繼續存咗一個邪惡嘅心，去對社會對身邊人構成啲傷害，而令到自己最後得到最大嘅得益。呢啲我唔相信真正嘅神會接納呢啲咁嘅行為，所以上天堂落地獄係條路係自己行出嚟嘅。我見過有一個中年男人喺唔同嘅地鐵站出口，好多時佢高舉一個紙皮，寫住上天國落地獄，不停咁樣廣播上天國落地獄。我唔認識佢，亦冇同佢傾過偈，但我相信佢意念相當之強，任何地方都有機會見到呢位男士。佢嘅信念亦相當之強，佢傳達一個好簡單嘅信息，我係相當認同。有天堂有地獄，有人會上天國，有人會落地獄，但係如何上天國，點解會落地獄呢？自己應該成日警戒住自己，問下自己，你做咗啲乜？你而家做啲乜？你之前做過啲咩事？你將會做啲咩事？你應該做啲咩嘅事？冇可能有免費嘅早餐、免費嘅午餐、免費嘅晚餐，你乜嘢都唔做，做親嗰啲嘢呢，都係損人利己，令到自己最大得益，令到自己開心，罔顧身邊任何人嘅安危，罔顧身邊任何人佢可以發表佢自由空間嘅自由言論，打壓言論係唔可以咁做咯。所謂一個文明嘅社會，一個民主嘅社會，基本上原則上，任何人喺任何地方、任何空間、任何時段都享有自由嘅空間去發表佢自己對事物嘅睇法，錯與對，大家可以持平啲去分析佢嘅說法有冇道理。任何空間，所謂任何空間，即係任何嘅團體嘅群體，包括喺屋企、喺公司，或者喺教會、喺寺廟，或者喺學校，或者喺一個旅行團，任何嘅地方，佢都應該容許佢發表佢對事物嘅睇法。
大家亦要尊重人哋嘅睇法。你可以唔認同，但係就唔應該佢發表咗個立場，佢同你係有分別，只係講啫，都唔容許，唔啱㗎。如果全個世界、全個社會只係得一把聲音，如果佢真係行緊神嘅意志，佢嘅做法、佢嘅想法真係非常之完美，冇乜瑕疵，冇問題，一把聲音絕對冇問題。可能其餘嗰10把聲音諗啲嘢係錯誤嘅，係好多瑕疵、好多盲點。但如果嗰把聲音真正係神叫佢發出嘅聲音，係令到全世界受惠嘅，將呢件事物嘅處理方法嘅壞處減到最低，而嘅好處係好多好多嘅，冇問題，容許一把聲音。但係如果唔係呢，就係話每個說法、每個觀念都可能有佢嘅弱點，可能佢有佢嘅盲點，可能有佢嘅睇唔清楚佢嘅壞處喺邊一度。大家係透過討論越辯越明，去揾到個最後達成處理事件嘅方法，咁先比較完美。我都相信神係容許每個人有個獨立嘅思想，發表個自由嘅言論。只不過我哋要懷咗一個咩心呢？就係話造福人群，有公益慈善嘅心，唔係話哇我講嗰啲嘢、嗰啲說法出嚟，淨係為我或者我身邊嘅人得到最大利益，而罔顧公眾安全、公眾嘅利益。大家都知嘅呢啲嘢，大家識得分析得到嘅。如果每個人都諗住公義、公眾利益行先，我相信社會上邊係減少咗好多好多嘅 conflict。減少咗好多嘅爭拗，因為大家嗰個立場、個方向都係統一，都係為公眾利益行先，啱唔啱啊？但係如果每個人呢個咁功利嘅社會，尤其係香港咁功利嘅社會，個個諗住自己個人嘅利益行先，肯定存在好多分化，肯定存在社會好多衝突，個社會就會變得咁多怨氣啦。咁如果你一世人喺香港呢個咁嘅空間，或者而家呢個年代其他國家社會空間都係罔顧公益嘅空間生活，一世人死咗之後，你想到咁寧靜、咁和諧、咁平靜嘅天國，你能夠適應得到嗎？可以承接得到咩？係咪啊？我哋應該有一個和諧嘅社會，就係應該建立喺人在世嗰個時間，係互相包容、互相照顧、互相幫忙體諒，先建設咗個大嘅和諧，啱唔啱啊？減少佢嘅怨氣。呢啲神睇到我哋人類相處得咁開心、咁和諧，都係行使緊神嘅意志啊！神都會笑住口，好開心咁歡迎 welcome 我哋上天國啦，係咪啊？所以自己做啲咩嘢，唔該大家放低自己嘅面具。你唔好以為人哋睇唔到，個個人都睇到或者理解到你做嘅所作所為，可能係掩眼法，好虛偽嘅。實際上你做緊啲咩嘢，今日人哋睇唔到，聽日會睇到，聽日睇唔到，後日都一定會睇到。你做嘅嘢就係一個歷史，就係你個人嘅歷史。你做咩嘢，你嘅用意係做啲咩嘢，神係無所不知嘅，神係會知道你做乜嘅。而你心存一個惡念定心存一個善意，神一定知，你自己都會知。你唔好呃人，就算你呃到人，呃唔到自己。
到你病危嗰陣時，你會後悔之前點解我做呢啲咁嘅行為呢？你自己一世人擰翻轉頭，病危臨死嗰時，你望下你做過啲咩嘢對呢個社會有貢獻，幫到身邊嘅人。如果你係諗唔到呢，天國嗰道門點樣開俾你啊？你攞到一張直通車票上天國咩？咁樣你有耕耘過咩？你有行使神嘅意志咩？神係叫你愛人喎，要愛自己亦要愛人喎。個社會係要咁樣喎，互相照顧、互相照應嘅喎。就算佢係咪教徒，你都要愛佢，你都要幫佢，你都要令到佢開心。你有冇咁做？定義係我話你平日係中意巴結一啲有權有勢嘅人啊，或者搞一個小圈子，喺個小圈子上邊炫耀下自己，等身邊嗰幾個朋友、嗰幾個同事去認同，哇！你幾咁叻？呢啲咁嘅行為，神或者啲明眼嘅人呢都睇得出啦。你係做緊啲咩嘢？神係咪叫你周圍炫耀自己啊？神係咪叫你打個假面具？我喺學校就係扮演咩角色？我喺公司扮演咩角色？我喺家庭扮演啲咩角色？我做父親扮演咩角色？我做子女又扮演啲咩角色？神係咪叫你變面呢？唔係咯，神係叫你放低你嘅面具，拎你個心出嚟去對人有愛心嘅。神係接納一啲有愛心嘅人上天國。你個心如果係邪惡嘅，咁就自然上唔到天國啦。如果今日你仲存咗一個邪惡嘅心呢，存咗個虛偽嘅面具呢，你就放下呢個面具啦，你就係改邪歸正啊，咁你就會有機會真正上到天國。但至於天國上邊嘅生活點樣呢？我問過好多教徒，佢答唔到我咯。我都話希望佢哋如果能夠講得出天上天國嘅生活係點樣呢？我相信可以幫到佢去帶領更多朋友走入佢嘅教會裏邊。呢個係好有 convincing 嘅，我覺得。但係不論點，唔好理佢邊個人，只要佢係一個善心嘅人，我係尊重佢。拜神又好，裝香拜神又好，返教會念經又好，冇問題，我都好尊重佢，我都樂意同佢交一個朋友。